天使嘅材料有一個天使頭、天使身、兩隻翼同埋4粒小珠，仲有一個密封嘅小鐵圈，係穿過呢個圈對齊咗嘅，就將佢穿過天使嘅頭。好，呢條魚絲我哋將佢分開佢。攞天使嘅身，一條就係由右邊穿去左邊，左邊穿去右邊，咁樣。而家已經見到天使嘅身同埋天使嘅頭啦。我哋將天使放喺台面。而家呢，我哋要將魚絲穿過3粒天使嘅手啊！第一粒，第二粒，第3粒，相反嘅方向穿返過去。2粒、3粒，好。咁你睇下啦，天使嘅呢隻手仔，將佢反轉一邊嘅魚絲，我就將佢穿一隻嘅天使翼，另一邊嘅魚絲，我哋就穿另外一隻嘅天使翼。好，係佢個背脊，我哋都係啦，喺一邊穿過去，然後另外一條魚絲喺另外一邊咁穿過嚟。而家我哋一拉，噔噔噔噔，天使仔穿好咗啦。而家我哋打個鏈啦，打2個鏈。嗱，有2條嘅魚絲，一邊一條。咁咧，你可以稍微掹實少少啦，就咁嘅啫。一條魚絲由下面穿上去，然後我哋再將佢插落嚟下邊，咁我哋就可以打一個拉實啲，穿過一格啦，咁我哋就可以放心剪咗佢咯。可以整理一下嗰個天使仔，睇下佢靚唔靚先。天使仔都幾靚，將一條銀色嘅線穿過呢個圈，一個結，咁可愛嘅天使仔就完成啦。